去心即为所当尽，诸法天就三界诸法数，觉光处觉中道道，上求百度大念加所起，大业去心即为所当尽，诸法天就三界诸法数。觉光处觉中道道，上求百度大念加所起，大业去心即为所当尽，诸法天就三界诸法数。我感觉到了，去找个感觉给多大去的多。哎呀，他挺好，有些情绪我来说的，你这个店里面不能出去的东西，真的现在你个人，莫管就是你嘛东西，你可是个什么，但你就是不你的店东西。原来他之前的project多了，逐渐的定多了，开业project多了，逐渐出来的你的店就在你这个是，你的店呢，这个家族project这个店的这个家族project的这个拿行的，然后你的店的别这些呢，开业考完年呢，就特别啥的，都有也是。出去的就是可以读呢，出去不到，对读的人是有点的别借鉴了，这是一个。像今天大菩萨所讲的，以这人生中能渡大河流，此生甚难得，切莫懈怠而睡，就是说。我们这个人生就像一个宝舟一样，就好像你要渡过大海，到达大海的彼岸，必须要乘船。同样的，你要超越轮回的大海，也必须要利用这个人生。所以把人生比喻为宝舟，说是人生舟，就好像乘船可以渡越大海。我们善用这个人生。也能够超越轮回的大海，而到达解脱之地。今天也是他，莫把对事念嘛，是这个他是蛮心不急，蛮这边安给叫的莫把事。对事是这个这个也问题了，你可不能先嘛的讲，对事是这个他日日些呗，各种地区偏不着，我对的了，你可能嘛的讲，嘛这边念的苦劲的。莫把马这边念苦些的，好像这个，他不都要给他马这个讲，我都是念苦那些念马的讲，莫把就是念马老师。切莫愚昧而睡眠，是说，不要因为无明的缘故，这么样一个好的时机，却拿来睡觉，让我们善于把握这样的一个时机，那千万不要。因为无明愚痴的关系，就好比睡眠一样，没有设法从轮回解脱，那反而是在那无所事事，如同沉睡一般。那我就觉，但这有点地不能，当年用个的了，这这用个的了，拍去我到叫俺们简单那些，叫俺们开始接的，这咱们今年用个。你呢？叫什么品质开始接到嘛？接到，但是我说有点地别接到哪来的？有点地别接到这也不去接了，但是这是从小的送到哪些个，考完了就推下去，他把都推下去，我等你接不了。有点地别接到萝卜去接了，你一定都能，没有我们去杀接的，你说对不呢？开始说的接嘛，他没把用过呀，那么接，有点地一点都说就要的。在此生中，我们不管是遭受到困境也好，或是享受到快乐，都是前世所做。前世怎么做，这些都是他的果报。那以后要怎么样，
就要看待我们利用人生的方式。如果能够善加利用这人生，就如同齐天大菩萨所讲的，可以超越轮回的苦海。那如果说利用的方式错误，去累积不善，那么将来就会在恶道当中无量无边的流荡。那这个情形也是因为这人生所造作的。我听一下他啊，马上就定的别这也不去接的，你一定那个还是我去，就我定进的么了，偏同意给我这个去结果有的是。所以要好好的利用这人生，要修能够利益生生世世永久的正法。定力去，如果结果了，而且去搞这结果的，信过的，去接到慢性的去入信嘛的，去去慢性的结果也能变成慢性的这个他俩结呢，慢性让几天看结呢，不过路子一路啊，他那底下不就是嘛了。必定拿起来，去入到慢性了，那你去健康钱呢？要那个路子呀，那个要的，就买一个去入钱的，我把他们去入钱，他们都了解呀，给那个要的。那修行佛法则必须要了知佛法，如果不知道修行佛法的方式，就好比是一个厨师他不知道如何做菜，那当然到时候做出来的菜就不会好吃。同样的，如果不了解修行的方式，虽然好像在修行佛法，但所做颠倒修行的是非法，一样是没有利益，而且会有所伤害。在那去新巴拉阿来买的退过的，按照马天的钱也有嘛的，按照刚才马天的钱多也有嘛，去退，但是去新巴拉去退过买的。要了知佛法，就必须要听闻佛法。如果不透过听闻，是无可了知所以要了解佛法，必先听闻佛法。哎呀，他等你现在带你马上就去前年节，我就觉得，俺嘛去写看节，说那最年看节，就那么说的，多前年前年节的个别事。那我们现在就来讲说听闻佛法，由上师来讲解各位闻法。说那最去哪年节，去入年呢，那你讲究那个那个意思。那各位也是为了修行佛法所以特别来这里闻法。第二天呢，他们去那边去呢，多弄也会去买个人呢，那你要地震嘛，是干什么的？去那边地要拖垃圾，你并不多少，等你差距有的，你买来不用弄来大季节的，是给大人地用呢，上班定了是，给这上班铺比上班的干地这么多，就进的这个的这上是入的那人多，我那庄呢叫什么品这个的这对呢人多。叫什么品质的那样去，叫什么可以叫他都没有公方推呀涨人多，第二抓的这个要去考了他要他不推呀涨吃的人多，第二像抓的呢要去甚至他这上去就公方推呀吃的人多，那些就无人是干嘛的？对助闻法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动机，那么会导致我们闻法时间都浪费掉，没有什么样的利益。所以要检查发心动机。今天来到这里，究竟我们内心深处的想法是什么？只是为了追求现世的快乐呢？或者是真正为了追求来世的利益而来？那来世的利益当中，是为了在轮回得到人天果位，或是更好的，仅只是为求从轮回获得解脱，或是更好一些，为了利益一切有情众生而成就佛陀的果位。最初要先检查我们的发心动机。今天个节，现在查的，这告诉我这，当年的老师们，等这来查节的，等这个节后呢，可去过也不记得谁了，没去老多节啊。你这去那去健康节，你真没来把去先看着节，没去啥子东西了，等这这样的爱用，别想着别人爱用，等这那么去，然后这个比较这大些的去哪里西域是民国后来当时他爱用，等着他们进这个去让他的人多那他就蛮这个人，
이 돈도 두자 차대요. 아니 피내도 많이 제가 내버려 많이 봐야 되게 돼요.或者是为了今生的民生利益而来，希望别人称赞自己也是一个很好的修行人或者是未来能为别人说法，然后借由这样的一个说法得到衣食钱财的供养，或者是让人知道我是了解佛法的，知道如何修行的那就可以来见人。如果说是为了这样一个目的就不对，这是不好的动机。如果抱持这样一个动机，与其来听闻，不如不来听闻。我老子当代为去看的你这么多买吧，大把去聊的都爱你的大把人们今年去我就不要去，大把各个聊了，我就各个都爱了，我就都差去买吧，就是做去买吧，去跟多数在国外的，讲他们那是身体苦的，上了当现用咱得完全不认识。我们现在会只有这样的一个处境在受用的各种快乐跟痛苦稍稍获得快乐，然后又遭受到痛苦这样一个无穷无尽，就是因为过去生我们只追求这些目标所以导致这个结果。我听说他身体的这马下头就过来可能身体上了原的地方实际上不二十节，他叫起码叫起码他被电上不去拖进被去也去就不过上那么也眼接不那么多，我这个人钱那么多，我这个去叫人连拖爱用什么那么多，原来接他来今年他从不家庭生意那么多，你平时做不的这个叫人连拖爱用什么那么，这里这个人呢就大一点了差不多，而且最起码来上到么他差不多的，人呢这偏嘛的，这可以叫的，就。他从不家庭的基本人呢，那个在自己他差个要的，然后现在嘛，你说那么多个呀，嘛不要去差点要的，不可以叫人家，第来就他说的就我临开的不是该要嘛的，然后就嘛不能按照样的嘛来个的，偏多要嘛的，实际上。所以我们在动机上必须不贪着现世。那么应该调整我们的发心动机，舍弃掉今生利益的追求。如果是想到来世能够获得一个善趣身，成为一个有权势的国王或是大臣，或者是生于天界，成为大梵天王，因为大梵天王是富有，十分富有。如果说抱持的这样一个动机，比先前的动机还好。因为总是为了来世，但是还是在轮回当中受生，所以没有真实的利益。就算受生为大梵天王第10天，这也是暂时的，死亡之后还是得堕入恶趣。因为是在轮回受生的缘故，所以无可凭靠，必须要再度受苦，所以没有太大的利益。我的人基本送给那里，基本出门。各种人都好的，各种人是他送的嘛的，他妈的的，他得了查就贵了，得了查开始是那他康松，他把这接完那个人呢，可以接完人上，这也不接人没多，定的调完不拖下去人没多，现在他们定的那调拖下去，不给多，这开始是那他考完的了，这拖过去嘛着呢，定的调完谁也给用也没多，他考完的了，他拖过去结果都上去。考虑他把那个上头去要不然呢？的基本整个各种的生意的来的要的，的上他的基本各种他们的来讲，他查个各种人的进来的。这是三世当中下世的动机，也就是上中下3种动机当中的最为低下的。还有更好的动机，就是想到。在3界轮回当中，不管是在何处受生，都是轮回之生，不是好事，没有得到一个真实永久的快乐。所以为了我们必须要得到一个真实永久的快乐，但如果没有能够从轮回解脱，就不可能得到真实永久的快乐。因此呢，我希求解脱，要从轮回出离，
抱持这样一个意乐，就是中士的意乐，它比下士的动机更好，是属于中等的意乐。你这跟我几个多年去年吧，也能马上做打理，去这几年这个中国的天没被去的路比，这个没被去的路比，嘛都这个前面去的各种嘛的，而且是跟我过，他把长头呀，跟我嘛都买个烟张，这个没被去的路比，这个送给那呢，基本真没去的路比。那以这样的动机来闻法，1小时的时间那这也都是成为小乘之法，不能够成为大乘之法。为什么呢？因为它只有求解脱的意乐所以只能成为小乘之法。那在三世当中是属于中士的法。连这个嘛的，明天要开始是俺就先要去的，哪里去不的，他把准备去。所以说去他把准备去因为出去嘛的，马上他把准备这样的做过去，不会送的。这开始是你去他把准备去些个呢，你看先看马上你不对跟我们他把准备跟我们这头去过的嘛都你嘛的讲，他把准备跟我的到，这不送给哪里，这不全部是给的，这跟我的开始是呢，然后这不考完了他又不给去，这3年呗，这个没多，实际的。这让来讲的申请卡子有的，这些厂房呢让来干真久，真久下来就热得上。这些刚刚上了嘛，刚没去，要了多呢，所以基本的另外这个上当给的呢，其他的头都不马上就热得上。申请他这样，另外的过头我直接过多上了进去，那呀人别呀，我讲的上去就先，怎么申请给呀，就官方就写都不一样的事。那仅止如此还不够，那为什么呢？因为所说的法，即使是大乘佛法，但是听法的人还必须要进入到大乘的行列。只有以这个动机来讲说听闻佛法，还是不能够进入到大乘之法。法是大乘法，讲说听闻者双方都必须有大乘的动机。那所谓大乘的动机也就是说三世当中的上士，他的动机应当如何？要想到仅止我从轮回解脱还不可以只有我个人从轮回解脱获得快乐还不行，在我之外其余有情众生有多少，他们对我都有深恩大德，所以如果我完全不顾及他们，将他们舍弃，而只追求个人的快乐，这种想法是非常恶劣的。那因此，我要让一切有情众生都能获得安乐，如此逐渐的来修心，至少要发起一个造作的菩提心作为动机。你感觉是这是呢？世界团结给团结个，世界团结给掉了过头个，结果就都上不去。原来我让来这看到地方都买个印章，世界团结掉了过呀，怕下，叔叔要等到考完了过节呢，都是得要个印章。世界团结，这团结前面上了过头呀的，肯定是都，他肯定是都上了当节，他给他呀，上节就过完就多过年了，世界团结的偏多少人？那世界团结呀，就过多少人上节啥的？你上节就过完多嘛，都成节了，你叔叔要别去。这刚年月间的没刚年的主要过来跑不来上节的，春节给短到，春节团结给短到，让你也我也上节就过完就都不跟路上不节的，这上路的中了到底上就去先，就么没把的这个嘛的，也就你做家吧，也上就么春节给上就去先去差的有的，等你也光我上就去先给，这先谁啊？等你这个是。为了利益一切有情众生，让一切众生都能够获得快乐。如果像以我现在的处境来讲，不要说让所有一切的众生获得快乐，连自己还是在轮回当中轮转。那所以要让所有一切有情众生成佛，他的方法何在？我们如果去寻求的话，他的方法就在于要成就佛陀的果位，才能利益一切有情众生。
让所有众生也都能够成佛。那如果自身未能成佛，那自己还不过是如是的处境，那如何能够令他人脱离痛苦？所以为了一切有情众生，我要先成就佛陀的果位。那这样的一个发心是造作的菩提心，那还不是一个真实不假造作的菩提心，因为还必须要做一个思维的调整，所以是一个造作的菩提心。但是以这样的发心，就已经算是为菩提心所摄持。我理解，那里去年不人的，年不个困难嘛的，给我看的就如果因为我了观音的大些节的，观音就多些的举断些呢，还能理解的，给我看的就如果因为下次给爱，这不给爱，就他那全民公光了嘛，给的的观音的大些节，观音听的就去多呢，这给啥讲的，这不前面给啥的细节的呀，创建一个特点不要。并不是只有闻法的时候，在做任何善业，先前都应该检查发心动机，要知道，如同我们刚刚所讲的这样调整。那任何的善业，礼佛也好，供养也好，供灯也好，还是只有供一盏灯，它的动机就要以这样一个发心动机。那这所得的任何善根都可以成为大圣的善根。都能够成为成佛的方便。这个是大家观音就是的马杰不接，他大半可能就开始结婚一个人去那边，观音的马杰不接，大半这个当地些跟那个嘛的，然后被专门路途嘛的，那个我对的些的，观音就是这样吧的，旁边明眼人叫我去，那边山多的山不是，是定个对象的。这大理些呀的马杰不引导他呀，开始听的些是，他光就是给人上不接，那都是真头的结果。他把这个地些给点了，就这些让我。这样的调整动机的方式，大家不要忘记了，因为每次讲法几乎都一样。那如果常常讲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正式的讲，这个经论的论文了。以后呢，我会简略的说，要以7重因果的修行方式来观菩提心。那今天所讲的，如果不忘记，那就可以想到上师是这么讲，所以现在要想起这个调整发心动机的方式，否则的话，每次都再三的重复，这只是在拖延时间。哎呀，那当然呢，这个。观音停止是去年的，年呀给去的，个日是去的的，上周哪里去么？以中国百姓为上周哪里去么给买车，哈通的过来都是嘛些呀，都是这事。那今日我们以上述的动机来听闻佛法，所听闻的法是《道次第广论》，中国大师所造的《道次第广论》下册，毗婆舍那。你那古嘛，现在跟最呢，现在他现在他马祖把的，你一切都不对，哪里去不去？古的了，现在跟最些好的，现在多是干什么？你中国不全部给哪里结婚的？我来现在跟最的我来呀，我来写的，然后这，那么他们他这个，这个哪里出那么的了大？अब थाके स्किन त्यसमा किने दिन्छ म के भयो जति बाले शेगरे गुगुले शेग मारे शेतन तो से लाइ मारे जे जमची के का के माजे पनि सिने दिन्छ गुले सुया तेले गोबा छिबु यस गयो गोबा गरि यस ने माजे चावते लम दिन्छ लगा ले ये किने दिन्छ लगा ले ये किने दिन्छ दे अब जे मारे ना अनि छबा चिने छिरो छुबो yana अनि छ सोज मारे बादे छुने那这个记得哪里见呢？这个年的这个记这下不严了，那那把人的小朋友是咋个嘛都，
나오지 못하게요. 내가 배 방진 출는 거야. 공부 저번에 지도네 공부 지도니 그 맞추버지. 야구지 대대지 찍는 거예요. 맞추거는 해나. 나오지 야구지 지도 맞추버지 그거요. 뭐 비대게다네 무신이 된 수지 야구지 맞춰봐야나. 아니 저 간지 지제네 야구지 용기요. 나는 야구지 로야요. 자와자와 라메 된 수지 라려버. 뭐 뒤내지 어디 라지 좀 경고를 했더니 된 뭐를 해야 돼 해서요.在哥波神那之前是谈到了一指三之四，一直到圣莫他为止。那最初是讲一指三之四，那中国大师讲述的方式有所不同。在道次第里面，一指三之四是放在最初来讲。如果是央美达波拉街，我们方波波大师，他的道次第论、解脱庄严论是把一指三之四的道理放在中间来讲，所以说法有所不同。而中国大师将一指三之四的道理放在最初来说是有很大的用意，因为道的根本就有赖于一指三之四、一指上师之理。那如果说一指上师之理做得不对，那么就好像从1号错到30号一样，那你在计算日期的时候，如果1号是哪一天都搞错了，那算到30号都算错。如果把2号看作是1号，那最多就算到29天，那没有办法刚好1个月，所以一开始算错就错到底。如果最初计算日期没有错误，确确实实的一天是一天，那么这个月的日期都不会算错。因此，最初一指三之四、一指上师的道理没有做好，那么任何法的修持都不会做得好。那根本就在于一指三之四。那因此，宗喀巴大师在广论当中特别将一指三之四放在最初，就是这个用意。